就伫咧五二抗农民运动满35周年进前呢，这立法院早起三读通过农业部组织法，会使8处6处7处一中心等单位，按算会增加83亿个，这个公务预算，人员也增加530人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中表示，这是回应全国农渔民的愿望，不过有专家是无认同，认为安尼先做会增加真侪人去做大官。农业部渔业署组织法制定通过。确定要升格农业部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中大动作接受主管开记者会，表示升格回应全国农渔民的愿望，佮列出10大施政亮点，包含无受中国禁止数字影响，农产品外销产值自2021年佮创历史新高。对中国可能会一步甚至终止恶化，农委会要升格做农业部，是毋是做好应用新的冲击力？52的品项里面，如果万一那有所谓的中断的话，那影响的是零关税的部分，那贸易的部分并不会受影响，金额大概就是2亿多台币。按过2021年数字来看，水果类出口产值比前一年减少37%。农委会强调，产值减少才是指标，目前价格稳定。为因应中国禁运，农委会推出真侪项补贴，稳定市场价格。经台南县长苏焕智认为，补贴式政策恐惊对国内农业升级无帮助，也认为这摆升级违背组织改造三新、提高效率的原则。完全就是变成一个人事大膨胀嘛，增加更多的高官啊，增加这个更多的这个补贴，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方向。你补贴过度，让那有竞争的农业的空间缩小。苏焕智认为，部分执行业务亲像水保甲任务应该放互地方，中央只要做好制定政策方向甲监督的工作。不过，这摆升级认为只是增加更较侪高官。不过，农委会指出，动物保护署应完善动物体系，提悬动物福利。农水署成立应扩大管区服务。这摆升级设置8处6处7处这单位，有无增加83亿公务预算，530人，对台湾农业永续发展有正面的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